中原樓市片區咧係一個長期分析樓市嘅一個分區方案嚟嘅。咁呢個分區嘅方案咧，總共有191個片區嘅喎。咁咧當中有174個咧係住宅片區嚟嘅。我哋明明咧盡量咧就貼近翻樓市嘅一啲叫法啦，譬如西半山啊、四小龍。除此之外啦，我哋有用到一個道路為一個基礎嘅一個分區，利用呢個特質咧係好貼合我哋本地嘅需要嘅。我哋亦都可以做到就係利用文字嘅清單咧，就已經可以清晰咁講清楚片區嘅範圍。中原樓市片區咧可以咁樣講，就係其實佢係一個社區嘅概念嚟嘅。因為我哋咧同統計處合作咧，就利用中原樓市片區提供咗呢個人口統計嘅資料嘅。譬如有啲可能朋友佢可能要幫小朋友揾學校嘅，咁其實咧亦都可以利用到人口普查資料嘅喎。例如學生嘅比例啦、年齡嘅分佈啦，再加埋校網嘅資料咧，咁利用呢啲資料就可以同個買家、準買家嘅一啲心儀嘅屋苑咧做一啲對比啦。究竟嗰個價錢相近啲啊，定係貴啲、平啲？中原樓市片區咧，我哋有呢個尺價嘅資料提供嘅，包括房本嘅尺價啦、成交嘅尺價啦。而成交嘅尺價咧，亦都可以睇到呢個樓市嘅發展嘅喎。因為我哋會將由96年到依家嘅所有嘅成交記錄咧，都放上去網站嗰度，可以睇到成個片區嘅尺價走勢，亦都可以睇翻唔同屋苑嘅尺價走勢。